看 Google 今仔公布一份针对台湾 AI 发展佮治理的白皮书哦，指出讲到2030年，台湾企业因为 AI 产生的价值会有3.2兆，超过咱台湾目前 GDP 的13%。经济部嘛强调讲，未来的4档产国学合作会来培养20万的 AI 的人才。 详细说明有 AI 斗相共，会当甲真侪资料经过 AI 快速的筛选，制作上精华的部分，来作为使用者快速查清楚问题重要分析。AI 即马正流行，搁正清。Google 伫30日公布一份关于台湾 AI 产业发展甲治理的白皮书，内面指出，到2030年 ，AI 将会带来13兆美金的产值，差不多是1.2%的 GDP 成长率。我们在台湾投资像资料中心这些基础建设的投入，都是会整个大幅的协助到台湾在这个 AI 上面的一个经济效益的机会。Google 指出，到2030年，台湾企业运用 AI 所带来经济效益将会到3.2兆，超过台湾目前的 GDP 13%。尤其透过 AI， 更加当阻挡真侪诈骗案件。发布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打诈。 打击诈骗，那很多的诈骗都是由 AI 产生的，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提出一个口号，就是说我们要用 AI 来对付 AI 的诈骗。未来4年会培育20万名的这个 AI 的人才，还有许多的企业，大家一起来培育这个 AI 的人力的话，我想这样的一个速度跟规模可以让台湾的这个AI 的渗透率用最短的时间能够提升哈。政府有购买大量培养 AI 人才，也提出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的修法。Google 是呼吁除了人才的培育，政府投资 AI 基础建设，建造各类创新的环境，并且提高企业运用 AI 技术的意愿，希望会让透过各界合作，通力创造台湾的 AI 产业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